力啦，来介绍咱的财宝姐今天带来的歌曲《伤心的家乡》，来做回来欣赏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。不错呢，这首歌很适合你来唱。你讲这领衫是恁囝买下你的吼？哦，恁囝那会遮友好哈。那个恁儿子嘛有当时下会伫这无看你的唱歌了无？YouTube 拢咧看，YouTube 拢咧看你安尼哦。所以恁囝算是你的忠实粉丝嘞。哟，伊会甲你起点无？讲妈妈，哎呦，你讲定定嘛咧照片。
怎么那么可爱的儿子？讲妈妈，你哪会无对伫个铁轨内底，你拢走去铁轨外口？唔就是台先，啊唔就倒尾啊咧。